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真德古鲁波切的弟子。那刚才之后呢，我现在继续跟大家分享仁波切的这本书《慈悲战胜一切》，英文 Compassion Conquers All， 第2章的内容。那整本书呢，我在虽然已经说了很多次，但是可能有些朋友第一次听到。那整本书呢，总共分成3个章节。它主要是围绕根据宗喀巴大师的3主要道的方式来编排。那第一个讲的是关于处离心，就是我们的发心必须是用处离心作为发心来作为一个开始。那中间呢修持的就是菩提心，就是慈悲。那到第3个章节呢讲的是智慧。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本书的中心的阶段，也就是它的主要的内容，修心八颂。这修心八颂呢，使用的是格西朗日唐巴的版本。所以我们今天到这一期呢是在第5颂。那第5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颂。那刚才有跟大家说过了，那再跟大家重复一次。那第5颂的内容呢，它是讲的是自受亏损。他人出于嫉妒心，非礼辱骂谤我等，亏损失败我取受，愿将胜利奉献他。那刚才我们已经有跟大家做了一些做了一个介绍。那接下去会继续的跟大家用不同的例子再看看这个修持具体要怎么去进行，怎么去理解它。因为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要去硬生生的去接受别人的非礼对待是有点难的。那我们从小的接受的教育是要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为自己平反，我们要据理力争，我们要主持公道，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那在这里呢，格西朗日唐巴给我们的劝告呢，就是这些佛学大师们他们给我们的劝告却刚好不是那么样子的。那这样就他们给我们的劝告就是要把事情把它忍了下来，把胜利奉献给他们。那以我们习惯的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呢，可能就尤其是受西方教育熏陶比较多的人，我们会觉得不据理力争其实是一个很懦弱的表现，甚至有些觉得自己本身是不是在姑息养奸，或者是等于说怎么说呢，就等于是自己也成为帮凶。其实我们以为我们的用意是好的，我们检查了很多，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用意是好的。就是对方如果真的是做错的话，你是应该把他的问题直接告诉他。在问题是这么想是没有错，但是你告诉他的同时，你是以什么样的发心来告诉他？你是不是有涉及的情绪？你是不是有想要胜利的成分？所以来到这里呢，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一点。所以说发心很重要是这样子。来到这里，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那一点，在第1章所讲到的那个发心。那发心必须远离世间八法。所谓的世间八法呢，就是得与失。如果说在跟任何人有争执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哪怕只要有一丝的得失，那其实你的发心就不是纯正的。当你发现到自己的发心不纯正的时候，怎么说呢？你没有办法，如果你没有办法在那一刻去理解的话，那就把它吞下来好了。其实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修持。所以我们这些大师们之所以把这些修持法，比如说像关于慈悲这些修持法，这么具体的一条一条把它列出来，就是因为知道其实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一次过就了解了全盘内容，可能在解释的过程中，大家觉得很有道理，就仿佛明白了。但来到具体的实践的过程中呢，每一个不同的例子，都会引起我们不同的反应。我们甚至可能看不到这个例子跟另一个例子之间的共同性，然后就会犯了错误。所以时常检查是很重要的。那就好像考试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很多考古题一样。那你做的考古题越多呢，你就越能够明白我们所学的某一个比如说某一个工程方程式
是应该怎么去运用的。那你做了，可能如果你只做1、2题，那一个题目从另一个角度过来，你可能突然间你看了你就愣了，你不懂得如何解答。但是如果说你做了整10年的考古题，那基本上很多情况都覆盖了。那即便再来一个新鲜的，你还是能够用一个比较全面的视野去看待它，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去检查自己，就这个样子。这个呢是因为尤其是这个是我们生生世世从无始以来我们就已经种下来的一些习性。那要根除习性呢，你首先你要明白，除了明白之外，当然就是透过佛法，我们明白它的道理。你明白的越多的话，那实现起来就越容易。那除了明白呢，还要真正去实践，因为单纯明白并不能让你去重新怎么说呢？去重新重塑你的习惯。你必须通过实践，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才能够去重塑自己的习惯。所以了解和实践这2个都是必须同时进行的。所以佛法才有讲的是闻思修，闻思修是这样子的意思。先要听闻，然后去思考，考虑过后真正的去修持，就闻思修。你要经过闻思修的阶段呢，那个东西，那个佛法才算是有了一些的怎么说才有算是在实践佛法。好，那我们刚才的内容我们停在这是第5页，那我们进入第6。If someone mistreats you and is rude to you, or does not talk nicely to you, or is not being kind to you, as a person trying to practice the Dharma, you have found a perfect opportunity. What do you think? When everything is good, and everyone is polite and nice, that's when you recite mantras and you sit there with your eyes rolling and incense blowing, chanting Om. No. When do you practice Dharma? When you are not chanting, when you are not praying, when you are not in retreat, when you are not near your guru, that is when you practice the Dharma. When someone shouts at you, when someone scolds you, is rude to you, has abused you, is hurting you, doesn't agree with you, or opposes you, that is when you practice the Dharma. 那这里呢，就是说，当有些人对你不好，或者是无理，或者是说话不客气的时候，或者是对他人用一种不好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时候，那作为一个佛法修行者呢，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是一个完美的机会，是一个实修佛法的完美机会。那怎么解释呢？他说，如果说身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每一个人都很有礼貌，都很善良，你那时候你可以很好，你可以仿佛很神圣的在念诵心咒，你可以在燃烧你的香。那他讲这其实并不是在实践佛法，那是一种怎么说呢？那是一种虚构的一个情况。当一切都美好的时候，你在念着佛经，你在念着心咒，你当然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你会觉得自己是超凡入圣的。那其实那并不是真正的实现佛法。那什么时候才是实现佛法呢？但是当你不再念经，不再祈愿，没有在闭关，或者是没有在上师身边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去实现佛法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时候是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也没有佛经或者是星座的提醒的情况下，也就是指的是在日常的情况，比如说在工作啊，可能在外面啊，就是日常的一种生活的一个情况。有人开始对你吼叫，有人辱骂你，有人对你无理，有人虐待你，有人伤害你，或者是不认同你的看法，或者是跟你唱反调，这种时候呢，才是你去实修佛法的时候。所以你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在实修佛法呢？你是看他身处逆境的时候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在顺境中，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非常神圣的，就可以表现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中的一面，也可以展现出别人想要看到的自己。但只有在逆境中，你才能看到真正的那个价值。他是不是真的把佛法融入了自己的生活里面，把佛法融入了自己的心中，有真的在实践？这在情况恶劣的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May I accept the unjust loss and offer the victory to others? Why? In the acceptance of defeat, you win, because it shows your negative mind is becoming less. So when someone reacts negatively to you and you react negatively, you are just as guilty. You look just as ridiculous, and you should be just as embarrassed. In fact, you should react in a way that says, what is bothering you? What happened? Explore, check, have compassion, and see if maybe they are having a bad day. Or if they are not having a bad day, maybe they are oppressed by violent pain, overwhelmed by sufferings and delusions. Isn't that an object for you to treasure, to cherish, and to practice with? Because without that, how do you practice patience? If we do not offer the victory to the people who treat us with abuse and slander and so on, we are going to be fighting one battle after another, and we will never ever win the battle, because there are going to be many people who would treat you in that way. They have treated you in that way. They are treating you in that way,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treat you in that way. And whether you practice the Dharma or not, they will still treat you in that way. So what is the best remedy? Fight back or practice the Dharma? 好，那这几段说的是什么呢？那在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亏损失败我取受，愿将胜利奉献他。这一句就是说 May I accept the unjust loss and offer victory to others。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讲，当你去接受这种亏损失败的时候，其实你是赢了，你是一个大赢家。为什么说你赢呢？当你能够很自然的、很心甘情愿的去接受这所谓的亏损和失败的时候，其实表示你的负面的情绪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如果别人对你不好，你用同样不好的态度来作为反应的话，其实你是同样，你是怎么说呢？你并不是无辜的，你看起来跟对方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在别人眼中，你跟对方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那其实你应该为这个感到同样的怎么讲呢？觉得羞耻的。就像两个小孩子，其实我们在成人的世界，我们可能开始讲道理，我们说很多道理，我们有很多很有条理的分析，去赢得我们的观众，或者是赢得别人的支持，或者是用一个很好的一种姿势，展现出一个很有教养的姿势，去赢得某一些辩论。但其实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包装过的一个怎么说呢？它跟小孩子之间吵架是一样的。有人说了你一句你反唇相讥的话，只是包装不一样。所以其实事实上你并不应该为这样子赢得这样子的辩论而感觉到骄傲，因为当你开始去为了胜利或者是为了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而去跟对方辩论的时候，其实你一开始其实就跟对方是一样的。所以你的恶业呢是跟对方是一样的，这一点要记得，因为这绝对是我们常犯的，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犯上的。尤其是当你的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当你的口才、你的辩才越好，当你的知识越丰富，当你的逻辑思考比别人更快速、更加稳定的情况下，你会往往陷入这样子的一种误区。怎么说呢？我们用句通俗的话，就是用道理来压死人。这种情况，你犯的错，你的恶业，跟对方跟那个无理因为妒忌而无理辱骂你的人，其实是一样的。你记得这一点。所以当别人莫名其妙因为你的成就妒忌了、辱骂你或者伤害你这种诽谤你的时候，你应该做的反应是什么？这里建议是，你要做的反应，其实你要去关心对方，你要去怎么说呢？
可能用某一种方式去让对方感受到他到底你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要去发掘，你要去找出问题，你要对对方有慈悲心。那也许当时他那一天刚好这日子过得非常不顺，就是可能那一天就很多恶意发生，所以也有可能当时他正深受巨大的痛苦。当然有些时候可能甚至也不是痛苦，或者是不是什么倒霉的日子，而只不过是他给自己本身的妄想跟怎么说呢，烦恼所影响了。那无论是哪一种都好，那都是出于痛苦。其实即使是我们所谓这种，你觉得这烦恼跟妄想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也是痛苦。当他妒忌起来的时候，你想过，当对方妒忌，他因为妒忌而非常扭曲的时候，忍不住要开口去讽刺你或者伤害你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自己本身他是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的，他的痛苦让他忍不住必须把它表现出来，非得伤害对方，非得伤害你不可。那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要看到背后的情况，你看到背后的情况，你就看到他正在给痛苦折磨着。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正在受着痛苦折磨的时候，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学佛者，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对他表现慈悲，你应该去珍惜他，去拥抱他，你应该在他身上好好去修持佛法。所以你要珍惜他。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你要去珍惜一个这样的人，你要把他作为一个修持的对象。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做呢？你把胜利奉献给他就好了。而且呢，在最后一段这里说过，我们先不去讲其他的什么崇高的目的或者方向，暂时姑且不去管那些，你只是想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把胜利奉献给他人的话，那你认为有多少人，你还会遇到多少个这样的人？这些人是不会停止的，因为其实大家之所以会在娑婆中轮回，就表示我们都有这些习性，只不过是每一个人的强度程度不一样而已。那既然所有的我们不讲其他的众生，不讲动物，不讲恶鬼之类，我们只讲人类就好了。那既然所有的人类都是因为这种无明啦、贪嗔痴啦，就是这些烦恼在娑婆轮回的话，那这些习性必然就会有。那有妒忌心的人，那是其中一个很怎么讲呢？其中一个让我们轮回的一个要素。那身边会有妒忌心的人，肯定是多的算不完的。那你经过了这一个人，你接下去还遇到另外一个人，还会遇到另外一个，再另外一个，再另外一个。你即使换了环境，你还是会遇到，可能只是包装方式不一样而已。那有些可能比较直接，比较赤裸裸；那有些可能比较迂回，有些可能他的妒忌展现为报复，另一种手段来报复，用就是伤害你，就是背地里来伤害你。有些人并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战争呢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你在这一刻你选择了去跟对方斗争的话，你即使表面上你赢了这一次，那又怎么样？你第二天还遇到别的，第三天还遇到别的，甚至同一个人他还不断的给你同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不是解决的方法。所以你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永远都赢不了这个战役的。因为大家都会这样子，你想象你身边有10个人就好，那10个人如果大家都不再修持佛法的话，大家都没有人打算改变的话，那10个人呢，每天轮流来妒忌你，每天来伤害你，你同样的回应他们，那这样轮下去，其实我已经够轮了，可以轮上很多年，或者是一辈子了，那怎么办？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方式是回击呢？去不停的去跟对方吵架呢，还是去实践佛法呢？那这个我们需要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What is the benefit here? What's the gain?
If you practice the Dharma, you will be able to deal with these types of people. And as a result, you will start improving. You will start changing. You will start becoming a better person. And therefore, you win the ultimate war, not the little battles. And after a while, when you practice enough, even when people are rude and mean to you, you can still treat them with compassion. You know that you are improving in your practice. You know you are go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you should be proud without ego. You should be happy, rejoice, and dedicate the merits so that you can increase that positive emotion even more. 所以讲这样子做的好处是什么东西呢？你得到的是什么东西？你修持佛法能够给你带来些什么东西？修持佛法能够能够给你的是，你将能够去应付这一类型的人。这一类型的人就包括什么东西？就包括一大组人。其实有妒忌心的人其实是到处都是的。那如果说你能够去克服自己本身的就是想要赢的心理的话，你遇到这种因为妒忌而伤害你的人，你能够愿意把胜利奉献给他们的话，其实你怎么说呢？你就已经从此不再被这些人所烦恼了，已经不再被这些人所困扰了。那结果就是你已经在进步中了，你才开始在改变，你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人。这样走下去呢，你会就近的战役，你会得到就近的胜利，就是最后那个胜利呢是你的。你不需要你打的这场大仗，而不是许多无数的小仗，你只需要打一场大的仗，就近的仗就好了。而不是去不停的每天重复的一世又一世的去打那些小小的仗，那是打不完的仗。所以当你开始去这样子去实践了一段时间，慢慢去习惯过后，当你实修的次数够多之后，已经变成你的第二本性之后，即使有人对你无理，或者是怎么说呢，或者是很苛刻的话呢，你依然能够用慈悲来对待他们。当你能够这么做的时候，当你能够心平气和、很自然的、不辛苦的那么做，而不觉得恶心的，不觉得辛苦、不觉得愤怒、不觉得恶心、不觉得委屈的，是这么做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你已经在进步了。你知道你正在往对的方向去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为自己感觉到骄傲。那种骄傲是一种不带着我执的那种骄傲。你应该为自己随喜而高兴。而且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你自己，让你就是给自己本身的就是修行，这些就是功德。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就是你能够累积的功德，就是能够回向的功德。这里我们要搞得很清楚，他这种忍辱，这种把胜利奉献给他人，它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做法，它是一个积极的做法。它是因为明白，并不是因为对方比你强大，所以你必须忍，那种是非常委屈的。你要搞清楚，你看到的是对方正受着无名的苦所迫害，你看到这一点，所以因为理解，你不去怎么说呢？你不去斗争，你把胜利奉献给他们。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可以跟对方，至少你可以跟对方保持一个好的关系。那将来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也许才有机会去帮助对方。那如果一来你一直就是，如果说你选择了想要胜利，不断的把对方压得死死的，那你辩才非常好，你每一次都把对方变得无话可说，那又怎么样？那你顶多是多了一个敌人，或者是多了一个随从而已。可能有些人因为这样子而愿意臣服于。那这是一个，那你并没有，其实你对你自己本身的修持没有好处。那第二个，如果说你是带着一种很愤怒、很不情愿、很不甘愿的心，就是一种奴隶的心态，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反抗，所以自己怎么说呢？忍下来的话呢，那这样子其实它也不是一个正确的动机。记得我们常说，动机一定要检查回去，要检查回去必须不能有事件爆发。那事件爆发就是不能有得失的心理。
那如果说你是用一种委屈的心理去忍受的话呢，那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从这里之所以我们开始说这修行大术是可以做到的，不像表面上我们看到怎么这样子吃那么大的亏，不是。其实如果说你的发心，你从一开始就能够把得失置之于一旁不顾的话，能够放开得失的话，其实这一点这里是完全没有委屈的。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它是非常细微但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不是强忍，不是委屈，而是明白对方的苦，明白众生在受这痛苦所迫害，所以我们要去体恤他们，将胜利奉献给他们。体恤不是姑息，这些我们都要搞得非常清楚。那明白了这一点呢，你就比较能够接受，也能够怎么说？应该跟我们的理解的就是我们接受的教育，我们所习惯性的理解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它是合理的。所以明白了这一点呢，那常常提醒自己，那重点就是不断的去实修，不断的去实修，一有机会时时刻刻去实修它，就把这个第五颂呢好好的把它背起来。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他暂时还是没有办法把第五颂讲完的，我们可能还要再分，可能还有再一两次才能够完全的就结束的第五颂。那今天就暂时到这里，那结束之前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以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以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正直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疑，悉令安置师佛地。愿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自证照，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一，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分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护，愿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位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祈请恒长久。那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